我不是预言家，我不是时事评论家。说月底民调就可以黄金交叉追平蔡英文，你相信吗？月底黄金交叉。我不是预言家，但是候选人他一定有信心，有规划，哪一个阶段应该赶多少条线，然后到哪一个适当的地点。当然有了规划，他也要有一些作为，然后按规划往前去迈进。所以你也不要说黄金交叉会在哪一天，大概当事人会比较了解一点，才会规划。那你有信心吗？在月底？我当然有信心啊，就是这样啦。大家努力嘛，团结努力。主席宋维力请柯 P 辅选谢谢啊。那个我没有意见，我没有意见，因为我没有在场。那如果有一个市长来，他讲一点大家鼓舞的话，这个不要去要我来评论，我不是时事评论家。主席，如果是因为想去发展会生气吗？你家饭店迟到半小时，主席还要列不分区吗？如果选情不区的话，谢谢。市长也要开始 long stay 了，要不要给他一些建议？他也要开始 long stay 了，你要给他一些建议。韩市长他开始要跟你一样走 long stay 的行程，那对你要不要给他一些建议？这个我建议我其实都给过了。你给过，那他有听吗？你看他以后的行为就知道。那天李嘉芬迟到，你会不会生气？不会。你在太阳底下铺下半小时，好像有很多马民都替你很心疼。还好啦。那你要也是很忙嘛你要怎么整合马？你要怎么整合马迷跟郭粉？我们尽全力，只要能帮上忙，我都会帮忙。那你接下来还会跟韩家人或是韩正宇的人？当然有可能啊。对，大家时间安排的好就可以啊。那个韩市长呢？那个韩市长有机会同台？当然有啊。那有些韩粉叫你不要再跟郭眉来远去，怎么看这样的评论？好，谢谢。再往下一步，台湾就跟北韩一样。台湾的未来有没有可能变一党专政？我看到在密克罗尼西亚一个小岛上，20多年前，那个岛女孩子不穿上衣。大哥！我看到太多了不起的台商。我看到在密克罗尼西亚一个小岛上，20多年前，那个岛女孩子不穿上衣，路边的人看到陌生人，他就拿石头来丢，非常原始。但是做梦都没有想到，台湾已经在上面开工厂。我们非常担心台湾的未来。只要我们这一辈的，我们心里都非常的清楚，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前途是越来越清晰，他们的未来是越来越让人担心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也很希望做一些事情，我们也希望民进党能争气，偏偏今天这个执政党带给我们是无尽的辛苦，而且无尽的懊恼。为什么这么没有出息的民进党，只剩3年半可以把台湾搞成这个样子？前2天，东南国协正式邀请澳大利亚、纽西兰、中国大陆、南海加入16个国家将来关税同盟，台湾没有办法加进去。再往下一步，台湾就跟北韩一样，整个被锁住了，我们能不担心吗？所以，我们必须突破现状。未来的台湾只有2个字：开放。只要在国家安全没有危险之下，我们必须开大门、走大路，勇敢地走出去，为我们自己、为我们的家人、为我们的下一代，让他们好不好？不能再等，我们一天都不能再等。台湾的未来就在你我所有台湾同胞的手上。我们2020年1月11号要靠这张神圣的选票，也是所有2300万人最后的一样武器，最后的呐喊，我们必须要改变。不光是总统要赢，我们所提名的立法委员，也请所有工商界一些好朋友